伫咧嘉义市分销社区分销处这块地啊，真侪人伫咧做破香卡。这做香卡就爱破了会平均会水，这是一项有技术的传统产业。也因为特别传承这文化，已经是连续26年，拢举办破香卡的教学活动，希望会当传承分销处一年四季拢开会，开的拢是香卡会历史基地。工艺师为吉地啊开始，一步一步破香卡，互下骹囡仔看。嘉义市林心里的分销社区举办制香的工艺活动，互囡仔来认捌在地历史。那有这样子的一个实际参与，孩子可以了解这个保有传统文化的一个特色，如何跟生活之间做一个结合。分销社区具地号名分销处，来往自路城的分销古道边仔就是地藏庵，过去就是以破香卡出名的产业自路。不过人工的制香产业互机器代替了后，这门工艺用要失传。加在社区26栋内，一直阁有举办破香卡的教学活动，希望会当来传承记忆。阮这条营销古道会当讲家家户户拢是破香卡，啊，一年四季拢是咧拍香卡花，所以才有一句话讲，分销处的这个香蕉花一年四季拢咧开花，啊，开的是香蕉花。70岁区景分讲，伊自7岁就学破香卡，为要保留社区的特色文化，嘛希望会当找着人来学。希望传统工艺卖因为无人传承消失去。年轻的一代，他们不知道香的由来是怎么刨出一根香来拜拜，就是要从我们的表演。带囡仔来上课的老师表示，这拢13年的囡仔，大家对竹仔变做香的过程甲工艺拢真有兴趣，嘛希望这项工艺会当继续保存，互后一代继续学习在地文化的机会。记者林慧婷，嘉义报道。